屬兔嘅朋友喺農曆10月裏面咧，財運相當之唔錯啊！但係我要提醒大家，如果大家一啲金錢來往咧係同一啲大公司啊或者大機構有關嘅話咧，就要小心一啲處理啦。另外屬兔嘅朋友咧，可以喺今個月裏面咧佩戴一隻有羊嘅形狀嘅飾物啦喺身邊嘅，咁樣咧佢會令到你咧今個月裏面咧更加順利嘅。喺農曆10月裏面啊，屬龍嘅朋友桃花相當之旺，不論男女都係嘅。但係咧，我要提醒大家，今個月裏面咧，大家腸胃問題咧會比較有啲麻煩嘅，所以咧喺呢一個月裏面咧，除咗單身嘅朋友咧，好好珍惜下機會啦，可以出嚟多啲去蒲啊、去玩啊、去試下認識一啲新嘅異性。但係同時間咧都要小心啲啊！你自己嘅腸胃問題啦，食嘢要小心啲啦。喺農曆10月裏面咧，屬蛇嘅朋友咧，工作壓力係比較大嘅，但係咧同時咧亦會有好多機會嘅。但係今個月裏面咧，屬蛇嘅朋友財運就麻麻地啦，容易破財喎。咁如果大家真係工作壓力好大啊，需要發泄嘅話，不妨咧可以買一啲嘢咧去獎賞下自己啊，買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啊，或者新電話，甚至乎去旅行都得㗎喎。